所以今日我哋要宣佈一啲真係好特別嘅嘢。今次係3間公司嘅合作 ，PP 迪士尼研究同英偉達，我哋叫佢做 Newton。等我哋睇下Newton係點，勁唔勁先？喂，咁你點啊？中唔中意呢個新物理引擎？中唔中意啊？啊，係啊，我承認，我知最你反饋，光睇、油睇、模擬，全部都超實時。你知唔知頭先睇到嘅係完全實時模擬？呢個就係我哋將來訓練機械人嘅方法。你資料入面有2部電腦，2部英偉達電腦，睇下你幾醒。係咧，你就醒咯。不聽住我哋帶佢翻屋企啦。咁我哋係嘅時候準備好未？咁我哋仲有你做得好，真係好。企喺呢度就企喺度，就呢度。好啦，企喺度啦。得未？我哋仲有另一個，我講過，我哋嘅機械人技術進步神速。今日要宣布 Group N1 正式開源。我哋正建立3大人工智能基建雲端、AR 基建、人工智能基建同機械人人工智能基建。今日我好興奮，宣布通用汽車將揀咗英偉達合作建造佢哋未來嘅自動駕駛車隊。自動駕駛時代已經來臨，我哋好期待同通用人工智能合作，喺製造業、人工智能等3大領域發展。等我哋徹底革新佢哋嘅生產方式，等我哋徹底改變佢哋設計汽車嘅方式同埋車內人工智能系統，仲會同通用合作建立佢哋嘅人工智能基礎設施。我哋完成咗新嘅擴展，呢個係史上最極端嘅擴展規模，運算能力前所未有。機體頻寬每秒570赫茲，呢部機所有嘢都以萬億計，全部用 T 做單位。今日我哋宣布英偉達 Dynamo 本質上就係人工智能工廠嘅操作系統。